日元匯價升至5個月高位，每百日元對港元曾經見5.3算。有分析認為，日本央行有條件逐步加息，預料日元匯價仍然有上升空間。美國經濟前景唔明朗，資金流出美元資產，日元就持續強勢。日元對1美元曾經升至146.5，見5個月高位，每百日元對港元見過5.3算。今年以嚟，日元匯價已經累積上升6%。除咗美元弱，另一支持日元嘅因素係日本工資趨勢。1月份基本工資按年上升3.1%，係32年嚟最大升幅。分析相信數據有利支持日本央行穩步加息嘅部署，日元匯價仍然有上升空間。個日元係偏強嘅時候，就變咗特朗普就少咗一個藉口話，哇！你日元係咁嘅弱勢咁樣貶值嘅時候，咁我就喺呢一個關稅上邊咧就大做文章啦，對日本呢個嘅入口美國嘅貨品嗰個關稅嘅問題咧，可能會係有啲緩衝嘅作用。個日元中短期間咧，真係有機會對港元嚟睇啦，可以試翻舊年9月中水平啊，即係講緊仲有起碼有13% 嘅上升幅度。美元對日元會回落翻到去142呢個水平嘅。美國計劃向日本進口鋼鐵加徵2.5%關稅。日本經濟產業大臣武藤勇志表示，已經向美方表達日本唔應該受到美國關稅嘅影響。